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冥想頻道，姐姐心靈燈塔密語，我係姐姐 Pinkster。今日我哋將進行一個10分鐘與地球之母連結引導冥想，釋放壓力，重啟能量。請揾一個安靜、舒適嘅空間，坐低或者瞓低，閉上眼睛，讓你嘅身體完全放鬆。雙手自然放喺膝蓋上或者身旁，掌心向上，準備接收來自地球之母嘅療癒能量。深深地吸氣，感受空氣進入你嘅肺部，慢慢咁吐氣，釋放所有緊張與壓力。吸氣，吸入光與平靜，呼氣，釋放黑暗與混亂。重複呢個呼吸嘅節奏，一直保持落去。想像你嘅身體同地球連結，有啲樹根從你脊椎底部向下伸延，深入地心。地球之母嘅能量開始流動，溫暖、穩定、充滿愛。每一次吸氣，你都吸入
佢嘅光與力量。每一次呼氣，你釋放你嘅恐懼與疲倦，讓呢股能量喺你嘅身體內流動，清理每一個細胞。而家，將注意力集中喺你心中沉重嘅感覺上，允許佢浮現出嚟，唔好抗拒。對佢講，我睇到你，我感受到你，但我選擇釋放你。想象呢一啲負能量就好似黑霧咁，從你嘅體內慢慢流出，進入地球。地球之母會溫柔咁接住佢，轉化為光，地球之母將光與愛送回你嘅體內，感受呢一股能量進入你嘅心、肺部、腹部、手同腳，佢會喺你嘅身體內閃耀，療癒、滋潤、強化你。你係安全嘅，你係被愛嘅，你係完整嘅。將呢一份正能量充滿你整個人嘅存在，慢慢咁將意識帶回到你嘅身體，輕輕咁喐下你嘅手指，
腳趾，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睜開眼睛，感謝地球之母嘅療癒與支持，帶住呢一份平靜與光，繼續你嘅一天。